阿爸、阿媽，今日我想同你哋講一件我從來都冇同你講過嘅嘢，希望你哋可以尊重我嘅決定。一直以嚟，你哋硬係覺得讀書先至係唯一嘅出路。不過對於我嚟講，如果再俾我揀多一次，我都係會揀佢。羽毛球係我從小就中意嘅運動，不過升中之後要擺時間喺讀書以外嘅事，根本就係天方夜譚。為咗唔等你哋失望，我妥協咗，放棄咗我最中意嘅羽毛球。嗰陣時，我以為呢個係啱嘅決定，因為我想等你哋感到驕傲，感到自豪。不過隨住時間過去，我發覺我嘅內心變得越嚟越空虛。直至有一次體育堂，我無意間重新握起球拍，當我飛拍嗰一下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快樂同自由。原來我內心仲燃燒住對羽毛球嘅熱愛同追求。我深知呢條路會異常艱難，不過我相信，只要我繼續努力、繼續堅持，就一定會得到成功。職業無分貴賤，夢想亦都一樣。羽毛球就好似我生命入邊嘅一盞明燈，照亮咗我成個世界。希望你哋都可以繼續支持我，同埋鼓勵我。多謝各位。